果市长今天你不小心成为被害人，有人拿着你的私密影像来威胁你要配合他，请问你会怎么处理113呢？所以市长，如果你是受害人，你会打113这个家暴专线去寻求结束，去寻求帮忙。韩国有一条新闻叫做 N 号房事件，市长有听过吗？好像有，我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但那你知道在你的认知里面，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我只看过标题，没看过内容。好，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内容哈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加害人，他用网络钓鱼的手法哈，去锁定了一些特定的儿少或者是特定的女性。这锁定被害人之后呢，第一步他是先用诈骗的方式取得他们的个资，以及取得第一次让他们提供这个私密的照片。接着呢，他继续呢用这种诈骗得来的私密照片去勒索这个被害人，勒索他，要求他提出更多的私密影像，而且这些影像的要求的内容不断的升级。然后这个加害人呢，他在 Telegram 上成立了一个群组，对于其他的使用者，他采取收取会员费的方式，缴了会费的人就可以进来他的这个群组，他把它取名为房间哈。进到他的房间之后呢，他就会对这些缴费的会员分享这些他诈骗勒索得来的私密影像，甚至他分享了这些被害人的详细的个资。而这个加害人呢，同时他也要求这些缴费会员在这个群组里面提供自己的私密影像，或者是配合要求做出很多不堪入目的发言。那你觉得这一种犯罪的被害人，他的权利需不需要被保护？需要。需要。那你知道这类型案件的被害人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吗？应该要有一个可靠的申诉的，就是一个窗口来承接这个案件，然后再去处理。对，市长讲的非常对，你应该要有一个可靠的申诉的窗口。那我们现在来设身处地一下，被害人他的可靠申诉的窗口在哪里？如果市长今天你不小心成为被害人，有人拿着你的私密影像来威胁你要配合他，请问你会怎么处理？市长，你会打电话给社会局吗？对，他有一个网站，不是有一个电话，113是113呢。所以市长，如果你是受害人，你会打113这个家暴专线去寻求结束，去寻求帮忙。为什么你不会想要报警啊？我觉得对人民来讲，不管是社会局、警察局，它都是代表公权力啊。所以我去找一个比较软性的东西，要先问，他应该帮我处理掉。那可是你知道实务上这一类案件的被害人，他第一步会先去哪里吗？不知道。通常啦，大多数的人他可能很害怕，他不敢求助，因为他害怕求助之后会遭到二次伤害。可是现在实际上，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报案的人，他还是会去找警察。